哇！等我食住爆谷睇全民摘星先。耶耶耶！弊啦，又肥咗啊，大髀又粗晒，點算啊？其實呢啲擔心好正常，我哋每個人間唔中都會有呢啲諗法出現。但係當呢啲想法每日都出現喺你腦海嘅時候，我哋就要小心啦。其實呢啲都係普遍暴食症患者每日都要面對嘅困難。咁你又知唔知暴食症係咩嚟嘅呢？不如等我哋一齊聽下 May 嘅分享啊！大家好，我係阿 May，我係一個暴食症嘅康復者。等我同大家講下我嘅人生經歷啦。由細到大，我都好介意自己嘅身形㗎。每次去親戚朋友屋企食飯，佢哋都會攞我同阿妹嚟比較，成日都會話你又肥咗喎，學校妹做多啲運動啦。好似我嘅價值就只係在於我肥定瘦。所以即使我係一個好鍾意食嘢嘅人，我都因為驚肥，成日控制住自己唔好食零食，真係好辛苦㗎。直到去到3年前，因為學業搞到自己好大壓力，每一次一有壓力或者好唔開心嘅時候，就會好想食嘢去發洩，等自己舒服啲。慢慢就習慣咗用呢一種方法嚟幫自己解壓啦。嗰陣時感覺真係好似完全控制唔到自己咁，明明已經覺得好飽㗎啦，知道已經食夠㗎啦，但係硬係就係冇辦法停落嚟，每次都要食成個鐘。唉，弊在啊，每次食完之後又會好驚肥喎，覺得好內疚，後悔自己食咗咁多嘢，所以每次食完之後都會用盡一切嘅方法去抵消返之前食咗嘅嘢。我有試過扣喉去嘔翻晒啲嘢食出嚟，又有試過食完之後瘋狂咁跑步2個零鐘，仲試過食埋瀉藥添。一開始都冇咁頻密嘅，但係慢慢開始依賴咗呢一個方法，就一直維持住呢一個暴食之後去扣喉或者瘋狂做運動嘅惡性循環。仲記得嗰陣每個星期都有2-3次呢啲咁嘅情況出現。連我自己都開始覺得唔係好妥啦。根據精神病診斷及統計手冊第5版，暴食症嘅症狀包括以下幾種：喺一段時間內失控咁狂食，而份量比一般人食得異常嘅多。另外，暴食後會嘗試用一啲我哋俗稱為補償行為，好似扣喉、食瀉藥，又或者狂做運動咁樣嘅方法去抵消翻食咗嘅過量食物，去避免體重增加。呢個循環會喺患者身上每星期最少出現1次，情況持續3個月或以上。患者對自己嘅評價亦會受身形同體重影響。根據統計，飲食失調症喺亞洲嘅病發率大概3.5%。講咗咁耐，等我問下你幾條問題，考下你對暴食症嘅認識有幾多先。你認為熒幕上面邊一位係暴食症患者？可能大家都會對暴食症患者有一個體重較高嘅假設，但係其實呢個係一個誤解嚟㗎。因為暴食症患者普遍都好注重身形同體重，佢哋習慣咗用頭先所提及到嘅補償行為，好似扣喉、食瀉藥或者狂做運動呢啲方法去抵消翻食咗嘅過量食物，以至到真正消化到同吸收到嘅份量都唔多。所以單純以體型又或者體重去判斷一個人有冇暴食症，未必準確㗎。轉換下場景，出街同朋友食飯嘅時候，你覺得呢度邊一份會係暴食症患者叫嘅餐？其實暴食症患者好多時都會為咗避免其他人知道，又或者見到佢哋暴食，而去盡量減少同其他人一齊食嘢，或者會避免喺其他人面前過量進食。所以佢哋暴食嘅狀況未必咁容易喺同佢哋食飯當中察覺得到㗎。但係都唔係完全無跡可尋嘅喎。其中一啲可以察覺到嘅身體症狀包括腮位腫脹、有蛀牙同埋手指潰損，呢啲都係由於長期扣喉同嘔而導致嘅一啲症狀嚟㗎。平時都好多人會問我：死啦！我呢排食多咗好多嘢啊，而且越磅越重，我係咪有暴食症啊？你哋又點睇呢？
唔一定㗎。除咗食嘢嘅份量之外，我哋仲要考慮埋心理嘅狀態，先可以判斷有冇患上暴食症。如果你只係食得好多，但又其實好享受食嘢嘅過程，而且食完之後又唔會因為食得太多而內疚去做一啲補償行為，咁就唔算有暴食症啦。因此，要界定一個人有冇患病，除咗睇磅數同進食嘅情況之外，都仲要評估埋佢哋嘅心理同自我評價呢啲方面嘅困擾，先可以落定論嘅。呢幾年嚟，疫情帶嚟嘅未知之數都伴隨住好多擔心同埋壓力。咁究竟疫情對暴食症患者帶嚟咗啲咩影響呢？喺2020年，有份德國嘅研究發現，喺55個暴食症患者當中，接近半成嘅受訪者喺疫情期間留意到自己嘅暴食症症狀變得更加嚴重，暴食嘅頻率同埋次數都增加咗。大概60%嘅受訪者覺得佢哋嘅生活質素下降，而接近40%嘅受訪者喺進食之後扣喉嘅情況都增加咗。咦，阿 May 好似同緊佢暴食症支援小組嘅朋友傾緊偈喎，等我哋一齊聽下佢哋講緊咩先。喂，大家最近點啊？唉，唔好提啦。其實呢個咁嘅疫情對我影響都唔細噶。而家少咗出街做嘢啊、瞓覺啊、食飯，全部都喺屋企。我嘅日常生活規律好似打亂晒咁，又冇得做 gym 喎。仲有啊，長時間留喺屋企，好容易會見到嘢食噶。要抵抗屋企嘅零食誘惑，真係好唔容易噶。係啊，而家成日自己喺屋企，有時真係覺得好孤單、寂寞同埋凍噶。唉，呢個時候見到櫃桶入邊嘅零食，就好似叫我快啲食咗佢咁樣，等我可以最快咁樣抒發我嘅負面情緒，好容易有嗰種好失控嘅感覺出現噶。不過次次食完，咪又係又有好強烈嘅罪惡感。唉，我都明嘅。係咧，咁而家你哋喺屋企會做啲咩噶？冇啊，咪又係碌下手機睇下 IG 嗰啲。唉，不過呢，一開 IG 全部都係嗰啲咩在家減肥嘅 post 啊。你有冇聽過咩 Quarantine 15啊？即係呢，疫情期間好容易重咗15磅嗰啲啊。唉，我睇親都覺得好擔心、好焦慮噶。係啊，其實呢啲減肥嘅 post 睇得多，都有機會增加咗大家對於喺疫情期間增磅嘅憂慮同恐懼㗎。所以對於本來自我評價已經好受身形同埋體重影響嘅暴食症患者嚟講，不停咁接收呢啲嘅信息，有機會帶嚟更加多對自我形象嘅負面評價同埋情緒壓力㗎。唉，不過我唔似得你哋啲後生仔用嗰啲咩 IG 啊，我呢排咧用得多 FaceTime 啊，見到自己個樣啊，成日都會覺得哇，我真係好肥啊！係㗎，其實除咗 FaceTime 之外，有時做嘢 Zoom 都會增加咗我哋喺鏡頭面前見到自己嘅機會，有意無意之間喺度 check 住自己身形同埋體重嘅變化，就好似由朝到晚喺度照鏡咁。其實一樣會對情緒同自我評價有負面嘅影響㗎。講咗咁耐，等我哋俾啲 tips 大家啦。喺每次想食嘢嘅時候，先飲一杯水，等自己有啲飽肚感，然後再深呼吸，俾啲時間自己去諗下，究竟係因為肚餓定係情緒壓力而想食嘢。但係如果真係忍唔住暴食咗，又用補償行為抵消返嘅話，都唔使覺得太內疚同自責嘅。記住啊，你已經好努力㗎啦，多啲體諒同鼓勵自己，下次再嚟過啦。如果你身邊有朋友或者屋企人有暴食症，你可以多啲同佢一齊落手落腳，整啲健康嘅小食，同埋預備餐單，然後一齊跟住餐單食。唔一齊住嘅都可以透過視像通話陪佢哋一齊食飯㗎。你可以建議佢隱藏自己嘅視窗，等你見到佢嘅同時，佢又唔會掛住 check 自己嘅身形，可以專注喺同你一齊食飯嘅過程。希望你睇完呢條片之後，可以更加認識暴食症啦。拜拜。